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今天的夜晚，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邀请我们各位能够用一个敞开的心，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愿神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的生命，然后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世代，在这世上，能够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跟困难，我们可以透过上帝的话语来让我们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祝福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向主你献上感谢，再一次将今天晚上我们的聚集，无论是听主你的话语，或者是第一次观看到这个节目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等得着上帝的赏赐。愿神赐给我们平安，也愿神赐给我们在一天当中的劳累，也透过主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的生命。向主你献上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一起来向主诉说我们的心坚定在他的面前。神喜悦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时时刻刻与神同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惶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世代能够为主而活。因为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依然要刚强站立，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是丰盛得胜有余的生命。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中心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理想赋予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主啊，我们向你求，愿你的生命再次丰富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坚定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一个喜乐有盼望的人。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哦，你的爱是我中心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理想赋予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主啊，我们向你求，我们向我们的神求，
让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他的面前，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风浪，什么样子生活的困境，主都必与你同行。让我们的灵能够在神的面前，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主必定赏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生命。安息。主，我们向你求，我们向你求那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主啊，这世代有许多令我们吸引我们的地方，甚至让我们走在罪恶的里面，好叫我们的灵能够没有办法平静安稳的来面对主，面对我们的身边的朋友。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患难的时代，让我们得着平静安稳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向主你献上祈求感谢。主，愿主你将那平静安稳的生命，得着安息的生命赏赐于我们。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要一起来观看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书第24章45节到45节到51节。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圣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书。圣经的话这样子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伙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今天的话语当中，神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也是神要再次对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能够再次了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怎么忠心的来服侍主。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45章，在一开始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要了解这个忠心，忠心是忠心对谁？是对牧师吗？是对教会的领袖吗？其实我们要了解这个忠心，其实它谈论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那是对主。也就是说，在你教会的服事里面，无论是你做的任何的服事，虽然你的心中说我是忠心对主的，但是我对我的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心却很难顺服，我们很难接纳这位牧者，甚至我们很难去听他的话。所以其实在我们心中，我们对主，除了我们对主的忠心，我们要记得上帝透过教会的牧者，就像仆人一样，我们从牧者身上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会给予我们不同的托付性的工作。他会交付你，你可以做这样的服事，无论是带敬拜团，或者是关心某一个人，或者是为他祷告，甚至为了教会所需要的来奉献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忠心在上帝的面前？其实对主忠心有很多的层面。那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我们先从忠心这个字这个词，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对主它不仅是对上帝是一个心态性的，不是而已，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对主忠心。我们对主必须要了解，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上帝所托付的这一些仆人、牧者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建议，给我们一些鼓励，期待我们能够来完成。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不辜负上帝的托付，透过这些人所给予我们的指令，我们愿意来接纳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忠心的态度。圣经又说有见识的仆人，谁是忠心有见识？那什么是有见识的？那有见识实际上它是一种对弟兄也就是说对弟兄姐妹，对有需要的人，我们必须要懂得别人的需要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我金嘴细尊咱拢想说我们就服侍主就好了，我对上帝忠心服侍主就好了。所以我们表现出对上帝的爱，然后让人看见我们是忠心在服侍神。可是要记得圣经说有见识，忠心又要有见识的仆人。什么是有见识？有见识是懂得别人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当你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不单单是你对上帝，如果当你在人的需要跟软弱上，你没有办法去体谅他，你也无法去接纳他、包容他，那么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你除了要做一个忠心上帝的儿女跟仆人，你必须还要有见识的能够看见人的需要跟软弱。所以当你邀请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期待他一起来加入的时候，有些时候他是有软弱的，那你不能够用你的看法，用你的见解说你没有服侍神，你没有奉献，你没有如何，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忠心，又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识去帮助人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圣经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仆人原文的意思叫做奴隶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人，这就是奴隶嘛。所以这个奴隶他是透过上帝用重价所赎回的奴仆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基督徒都讲仆人式的领导，仆人，什么是仆人？他意思是说，这个仆人不是单单的就像奴隶在为主做工不单单是这个，也不见得是在指这个，而是在谈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赎回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看重你的生命，即便你没有恩赐，即便你没有能力，即便你没有很多的才华，甚至现实的需求上的见证，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我都相信你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所以今天一开始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后面呢，他接为主人所派。我们要思考为主人所派这句话说出了一个侍奉的一个源头也就是说，你的侍奉不是出自于单纯你有忠心的态度，对主忠心，或者是你对人有爱的那个见识，不是。你必须要知道，咱要知道，咱的生命是为上帝所派，是上帝托付的，是上帝指派你的。好，所以不要想说那是牧师交代我，那是谁交代我的，不要有这种念头。我们要知道，如果透过这些仆人，透过这些领袖来交付我们这个工作，那我们就顺服，那我们就学习了解说，这是上帝派我能够去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出自于上帝，而不是任何人或团体的差派。所以为主人是这个为啦，应该说为是主人所派的。好，那做什么？我们来做管理家里的人。那什么是管理家里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管理它不是辖管好像是那个头拿头那个老板级的那个主很有威权的那种
那种管辖，不是，那是一种照顾。我觉得管理家里的人，一个教会管理教会的长子同工，或者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管理教会的人。所谓的管理，它实际上是一种照顾。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管理是一种照顾。你要照顾家里的人。我们既然说教会是一个家，那么我们要了解，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彼此互相照顾。家里的人就是信徒，所以我们要知道，照顾信徒彼此的工作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如果他对家里他予以羽求，那么我们要不要教他？我们要教导他。所以我们也知道，曾经过去有些教会为了爱餐，有人就是为了要吃，可是他来吃没关系啊，我们欢迎愿意来教会享用爱餐的每一个人。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来享受爱餐的人，可是大家都还没有吃，你就去包了一大堆，说我要带回去给我家里的人吃，那么我们甚至不晓得说这些餐点大家都还没有用完，结果你就把它包一包就要带回去。那么我们在管理家里的人，就是说照顾家里面的人，我们第一步，我们其实是有私心的。我们想到是自己的家里面的人还有人没有吃，所以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吃。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这种心态的。我们虽然欢迎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享用分享，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态度，但是我们更要了解，管理家里的人就是要照顾家里的人，即便他有不好的行为、不好的反应，我们都要负起教导他、照顾他的责任。所以牧师蛮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长子同工们，我们都要了解，在我们的管理教会、管理这个家里面的责任、照顾家里面的责任，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一方面是指上帝家里的人，一方面也就是他的仆人。所谓上帝的仆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照顾的责任是牧师的责任，或者是长子的责任，或者是传道人的责任，不是。我们必须要等到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了解，既然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就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没有所谓的牧师他是有领薪水的，好，那个同工他某些人是有领薪水的，他做的就是要比别人还多，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在家里面，就好像在家里面，父母亲他在家里面是他有领薪水的，那这个孩子就怎样？做孩子说，爸爸你有钱，你有领薪水，所以你必须要做得更多。但实际上我们在家里面，孩子跟家人并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要互相分工。即便他不是赚钱的人，他也必须要付上代价，一起分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还提到，在管理照顾家里的人，照顾每一个人的这个家里的人，每一个人，我们还必须要按时分粮按时分粮给他们。那么什么是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也就是说，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无论大大小小，我们在上帝的家，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尽的责任。所以我们按照上帝所给予的时间点，按照上帝所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所需要的属灵的上面给予供应。有些时候牧师会关心不到某些人，甚至牧师想得到，但是也没有弟兄姐妹跟某些有需要帮助的人那么熟识。所以牧师蛮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需要为彼此弟兄姐妹间有软弱的肢体互相祷告，互相带领祷告，帮助他们。那如果有些人他需要在圣经里面需要陪伴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教导更多有需要、灵性上需要的人。那牧师也非常期待，其实在我们教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牧师蛮鼓励各位，假如你是有这份负担，有这份心，希望能够参与在这个照顾家里的人的这个行列里面，其实牧师蛮鼓励各位一起来投入关怀的工作。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圣经节里面讲到，这个忠心是对主的话语，对主的命令托付，无论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所以这才叫做忠心。如果在我们心中，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可是却在教会里面，牧者也好，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同工邀请你，告知你，你却不愿意去接受的时候，那么有些时候在我们忠心的课题上跟态度上，实际上是有折扣、大打折扣的地方。所以在有见识上面，我们除了要做一个忠心，还必须要做一个有见识的。我们必须要学习去顾虑到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人家需要什么，我们就供应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徒往往要找的不是单纯自己的需要，单纯我们要看的是自己的看法是否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如果你把你的看法，只把你自己的看法看得很重要，你完全不顾教会的需要，你也不顾别人的需要，那么我相信你的生命不是忠心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往往不顾别人的需要，我们大部分是只求我们自己所要的，甚至连把我们所要的还要硬塞给别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做一个有见识的基督徒，有见识的信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就是不要把自己所有的硬要塞给别人，这不是上帝喜悦的，这不是一个有见识的、有智慧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很多毛病，我们要了解，有忠心不见得有见识，有见识也不见得没有忠心，甚至有些人是没有忠心也没有见识。那这些情况当中，其实都不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做好一个尽忠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管理好的照顾家人的一个仆人。我们学习按时会去分享。时间到了，牧师邀请各位，你可以写见证吗？把你的感动写下来，这就是按时分粮的机会了。各位弟兄姐妹，把你生命当中上帝所给你的感动按时的分享出去，那就是见证，那也就是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东西，学习去服侍别人，而让人得着那生命的喂养，这不就是按时分粮吗？在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第49节里面说，就动手，倘若那恶仆人的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也就是说，这个恶仆啊，他都不照着耶稣上面所交付的。他倘若恶的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反正会晚一点回来啦，那我就动手打自己的同伴，也就是说大家一起同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所以当这些同伴呢，甚至不只是这样，而且还和那一些什么酒肉朋友在那边玩乐的朋友一起怎么样吃喝玩乐，完全对教会、对福音性的工作、对这个照顾家里的责任一点也都不看顾，一点也都不想要去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试着要去思考，有些时候为何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面，而忘记忽略了上帝国度的需要。教会渐渐的迈向很多老年化的社会，小型社会，但是教会要如何能够提升成为一个传福音有盼望的教会，一个复兴的教会？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懂得，我们要大家一起跟耶稣同患难。在这个福音的国度里面，我们彼此忍耐，彼此包容。我们不是要动手打，这个动手打其实有一个意思，它指的就是说，不是实际的打他，而是说，譬如说用言语啦，用我们的态度啦，甚至用我们的这种彼此的勾心斗角啦，甚至呢会让彼此的服事造成软弱。所以为什么牧师时常鼓励各位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消极的话，不要说负面的话，甚至不要说让人家在做事的人无法再继续努力的，
甚至有盼望、有能力的继续下去服侍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这世代里面，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代，贪恋这个世代的需要，而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圣经的话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可以在侍奉当中又践踏伤害我们一起服侍的同工。我们要知道，这世代充满许多令我们会想要去学习，甚至会吸引我们去做的事。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一个愚昧人，要懂得爱惜我们自己的光阴，然后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甚至不要醉酒，也不要让自己时常在酒精的麻痹当中放松里面，而忽略了我们要更多的祷告与神亲近。求主给我们一颗能够更愿意，也教导我们有更忠实的信心，能够成为一个有活泼生命力的基督徒。我相信身为上帝讨神喜悦的仆人，我们并不是要糊涂忠心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具备智慧，时常在神的真理里面来装备我们自己，扎根，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强调那个神的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甚至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我们身上带出主所喜悦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向主回应。